多謝各位牧長、弟兄姊妹一齊嚟到去敬拜神。咁我係2個星期前左右呢，嚟到返嚟香港我嘅長大嘅地方嚟到短宣。咁我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已經有7年左右嘅時間。咁今次呢，關傳道係邀請我嚟到呢度分享，咁所以呢，我做咗宣教士幾十年，我知道呢需要靈活，時間方面呢需要按你哋嘅情況嚟到分享，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。感謝主，上2個星期去完台灣短宣之後，我返嚟香港，神俾機會我去到唔同嘅地方嚟到傳福音，嚟到宣教。咁呢，我通常個袋裏邊呢，袋住一沓嘅福音單張，唔同嘅福音單張。咁所以剛才喺呢個地鐵站等關傳道嚟嘅時候呢，我已經派單張傳福音。今朝去飲茶，又派單張傳福音。咁星期3我呢就係按呢個俗家文字報道會喺觀塘裕民坊嗰度呢，嚟到去揸住個咪嚟到傳講福音。所以感恩喺過往1月到而家，神俾機會我接觸咗差唔多3萬人，派單張有人接受嘅已經超過500張，有唔同嘅人決志信主，有好多人，有啲人鼓勵我，有啲人話我，甚至用粗口話我，但係唔緊要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主題就係宣教禱告。咁呢就多謝大家同我改嘅新名，我叫做關越山，越過就係越過嘅山嘅越，但係唔緊要嘅。神喜悅我嚟到侍奉，所以呢個名都係好嘅。感謝主。剛才讀嗰段嘅幾段嘅經文，其實呢都係神感動我同大家嚟到分享。呢幾段嘅經文提醒我哋唔單止要傳福音，而且更需要禱告，每天都要不住禱告，讓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引導我哋嚟到去傳福音。一切嘅成果都係屬於神嘅，榮耀歸於神。咁所以我好欣賞大家，你哋每個星期都去傳福音，去唔同嘅老人院，向唔同需要嘅人嚟到分享神嘅道，將你嘅生命嚟到去傳揚。我係好欣賞嘅。我嚟到呢度都好得着鼓勵。你哋當中有唔同嘅牧師傳道嘅比例呢，係比好多教會係高嘅，所以你哋好有福氣，要真係珍惜神賜俾你哋嘅。哇！好多人牧養你哋鼓勵你哋同你一齊嚟到去傳福音成就大使命，係非常之好。今日我同大家講呢個主題，其實呢個主題係不斷提醒我，神願意我哋唔單止係傳福音或者侍奉，而係從禱告開始。昔日《使徒行傳》記載第1章，耶穌嘅母親瑪利亞同埋幾個婦人同埋耶穌嘅兄弟，佢哋
同心合意恆切禱告，以致耶路撒冷大大復興。神俾機會我去到世界唔同嘅地方，目睹經歷好大好大嘅復興。喺中國好大好大嘅復興。好多年前我有機會去中國某地方嚟到去做培訓，哇！我見到好感恩，好讚嘆，榮耀神。佢哋好着重禱告，好誠懇禱告。哇！佢哋嘅禱告震動天上邊，所以好大好大嘅復興。我問在座當中被培訓嘅教會領袖，你哋教會你牧養幾多信徒啊？有一個傳道人，佢回應，佢話：唉，求主憐憫，我只係牧養大概500間教會啫。另外一個牧者又講話：哦，感謝主啊，求主幫助呢位我哋祈禱。我呢個小僕人只係牧養3、4千間教會啫。好感恩，榮耀歸於神。佢哋好着重禱告。當我有機會去印度服侍嘅時候，我呢幾十年同一個差會叫做國際宣教協會，以前叫做遠東宣教協會，係由荒漠金傳嘅作者考門夫人同埋先生查理高門夫人喺1901年去到日本宣教開始嘅。經過差唔多今年125週年，由去日本開始，好着重禱告，好着重禱告，好着重禱告。因為呢個從衛斯理背景係不住禱告，常常喜樂，不住禱告，凡事謝恩，由禱告開始嘅。約翰衛斯理嘅傳統訓練出嚟一個好出色嘅宣教士，你哋每個人都應該知嘅。戴德生就係由 Methodist 出身嘅，佢嘅長輩係自由傳道者、佈道者，係好着重禱告。所以戴德生話：第一最重要就係禱告，第二最重要就禱告，第三最重要都係禱告。以致差派好多禱告宣教士復興中國。戴德生有一次返去英國服述職嘅時候，去到一間教會分享，有一位教會嘅領袖問戴德生：中國某個地方點樣啊？某個地方某個城鎮點啊？戴德生好詫異，點解呢個弟兄專係問嗰啲得咗復興嘅地區呢？呢個弟兄話：我每日都為呢啲地方祈禱，感恩，感謝主。當我有機會同印度嘅宣教會，都係查理高門夫人，親自同我嘅屬靈導師杜維理博士，嗰個禱告嘅大師，神使用佢喺美國差傳事工聯會，係專責負責統籌喺美國最大嘅差傳教會國家，收咗唔同地區嘅宣教士嘅代禱信，佢就親自去禱告，然後將呢啲嘅資料發放其他嘅教會。1941年，查理高滿夫人親自同呢班年青，當時年班青年宣教士去印度宣教。60年代，杜維理博士被安排返去美國述職。喺飛機裏邊，神同我講：杜維理，你知唔知印度嘅宣教好難㗎？佢話係啊，25年只係植咗25間教會，其實唔錯㗎。神同我講：你要返去美國動員過千個代禱勇士，每一天15分鐘，
為呢個小宗派祈禱，你就會睇到神奇妙嘅作為。果然係，你知唔知而家當時60年代25間教會，而家幾多間教會啊？佢哋好着重祈禱，數以千計嘅代禱小組，每一個星期為佈道植堂事工祈禱。你想象唔到，而家佢哋有2萬間嘅教會，100萬嘅信徒，禱告嘅背後支持幾強勁。1998年，我有機會去到嗰度同佢哋慶祝成立第1000間教會。佢哋係每個星期值3至5間嘅教會嘅。公元2000嘅目標計劃係幾多呢？就係1000間教會，但係未到公元2000已經有超過1000間教會啦。喺嗰次我目睹佢哋一日裏邊呢，係為1000個人嚟到施浸，引導唔同嘅少數民族嘅。哇！佢哋洗完禮之後喺度晾乾嗰啲衫，我就同佢影相。嗰啲人話：咦，你影完？佢以為即影即有嘅。俾啲相我啦。從嗰陣時開始，我就買一本代禱簿，每日都為世界唔同國家人民族祈禱。未信主嘅、信主嘅、得着醫治、需要醫治嘅，唔同嘅教會、唔同嘅領袖祈禱。好啦，到2003年，代表神學院去嗰度開神學會議，佢哋定嘅目標呢，2013年有1萬間嘅教會，後來達成啦。然後最近我睇到喺禱告背後嘅支持真係好強勁。佢哋定2056年就係佢哋將會成立紀念100週年嘅時候，佢哋嘅目標就係10萬間教會，係相等於500萬信徒。呢個信心唔單止信心而行動。所以今日同大家嚟到去簡單分享美金嗰啲。我兩個唔使戴眼鏡啦。神願意使用我哋去禱告，以致世界萬國萬族嘅人得知神嘅救恩。其實我哋可以每一天都為唔同嘅人、唔同國籍人祈禱。我返到嚟香港見到好多唔同國籍嘅人，我已經預備咗有英文、有唔同簡體字、有唔同嘅單張嚟到送俾佢哋，為佢哋祈禱。有啲人收到好開心，唔同國籍嘅人。我喺溫哥華喺加拿大嘅時候，哇！見到好多印度人、非洲人、亞洲人、伊斯蘭教嘅人，我都同佢哋分享福音。有啲人信主，有啲人好開心，因為佢哋從來冇聽過福音嘅，特別是伊斯蘭教唔準聽福音嘅，被逼迫嘅。我去超市去 Walmart 嘅時候，猛派單張派片，有一個職員佢話：嗱，第日我帶你去回教寺嗰度聚會。我為佢祈禱。又見到佢話：你又嚟啦！我話係啊，我祝福你啲員工。我見到猶太嘅拉比都同佢傳福音，派單張俾佢都收。我話神要祝福以色列，我哋要為以色列祈禱，支持以色列。佢好開心。我曾經去到一啲嘅城鎮，去加拿大 Banff 好出名嘅度假區，派晒單張啦。
神感動我寫一個好大嘅單張 ，Jesus loved you and saved you, God bless you。早幾日喺呢個觀塘報道嘅時候，我寫中文舉高，然後講福音。耶穌愛你，拯救你，祝福你，賜你永生，除去你嘅罪，釋放醫治你。需要好多禱告，不住禱告，一路講一路禱告，要鼓勵好多好多人，動員好多好多人為我哋禱告，係好重要。使徒保羅透過代禱發揮嘅屬靈嘅角色，幫之 Ian Bounce。佢話使徒透過代禱使到信徒成聖，而保羅就是藉着向父神跪拜代禱而成就這事。呢個 Ian Bounce 佢寫一本書禱告出嚟嘅力量，就係當年滕近輝牧師去翻譯呢本書。當佢翻譯嘅時候，佢都好受感動，佢得咗復興，以致帶領北宣大復興、宣道會大復興、見到神學院大復興。睇返歷史裏邊，亞伯拉罕嘅代禱，以致帶領好大嘅復興。羅德得咗拯救，而差傳代禱、差傳工作往往需要好多好多嘅禱告，然後登長。摩拉維教會係歷史裏邊係為宣教禱告，不住為宣教禱告超過100年嘅教會。25年之後已經超過100個宣教士啦。所以睇到禱告係好重要。美國嘅差傳嘅運動係由一個大學生開始，後來呢，喺英國呢都係 William Carey 啦，一個嘅神感動佢嚟到去為差傳祈禱，以致神差佢去印度宣教。William Carey。咁另外呢，倫敦差會啦，喺1807年就差派馬禮遜去澳門宣教。我以前喺澳門宣教佈道植堂有5年嘅時間，建立教會，繼續跟進支援成立自立嘅教會，同埋有機會差派宣教士出去。Samuel Mills 係從大學生嘅運動開始，以至成為美國嘅海外差傳事工聯會。戴德生1865年，神感動佢動員唔同嘅好劍橋七子同埋好多嘅領袖去中國嚟到傳福音。查理高滿剛才講過啦，所以我哋睇到呢，佈道工作、教會嘅侍奉等等，唔能夠缺少禱告。如果唔係呢，係得個做字嘅啫。韓國聖教會嘅宣教運動就係由查理高滿親自1907年去到韓國宣教，成立呢個聖經學院。經過超過100年啦，呢個宗派已經有710萬嘅信徒，有數以千間嘅教會，同埋嗰間小型嘅聖經學院已經成為漢城神學大學，有幾千個神學生。所以睇到韓國教會好着重禱告。我認識唔同嘅宣教士，我去韓國好多次開會同埋合作，睇到佢哋好着重祈禱。有一次喺咗泰國同佢哋一齊有呢個聚會嘅時候，我問有一個宣教士，韓國宣教士，點解你唔食早餐啊？佢話我係禁食，我禁食，我有個計劃就係40天嘅禁食。中國嘅代禱嘅運動
好多好多人為中國祈禱，以致復興起嚟。王明道、宋尚節等等有好大嘅復興。呢個復興30年代嘅復興，受到呢個美國 Asbury 嘅 College 學院嘅復興，差派宣教士去到中國去傳福音。當時計志文等等就話：點解我哋中國冇佈道隊啊？所以就成立佈道隊啦，伯特利佈道團。William Sherbert 就美國美議會宣教士，為中國祈禱，以至為宋尚節祈禱。宋尚節後來去到南昌嘅地方，應該唔係南京，係南昌嘅地方。呢個宣教士已經40日為南昌復興祈禱啦。佢同神講：若果再唔復興呢，我就走啦，返美國啦。而神嘅時間到，宋尚節啱啱到，宋尚節聽到呢個宣教士流淚痛哭，為中國、為南昌復興祈禱嘅時候，佢好感動。於是乎，神使用佢喺南昌裏帶領好大嘅復興，好多人信主。所以禱告係重要。喺華北裏邊有個宣教士叫做孟教士，佢係一個挪威差會宣教士，佢要動員整個地區，要合一祈禱，神聽禱告，以致好大好大嘅復興。印度嘅教會佈道隊，剛才講咗啦。非洲都係，非洲有唔同嘅宣教士，特別係邦奇 Reinhard Bonnke， 佢話：如果有佈道冇代禱就好似炸彈，冇雷管唔會爆嘅。代禱沒有佈道呢，就好似雷管沒有炸彈。要福音爆炸，要禱告，要行動，先至能夠福音爆炸。所以就睇到有好多好多宣教士佢嘅見證，成為我哋嘅提醒榜樣。願大家一齊嚟到去經歷禱告大能，每一日不住禱告，合一嘅禱告，我哋嘅行動先至更加有效，有福音嘅爆炸。讓我哋同心禱告。親愛的主，上感恩榮耀歸於你。今天我哋一齊敬拜讚美主，我哋願意好似耶路撒冷教會一樣，同心合意行切禱告，等候主使用我哋，大大復興香港，大大復興，以致我哋睇到神奇妙作為。願榮耀頌讚歸於你。願你大大祝福活水基金教會各位嘅牧者弟兄姊妹，一齊同心合意興旺福音，傳揚神嘅道，以致呢個社區、整個香港、整個亞洲世界都能夠復興起嚟。感謝讚美主，榮耀歸於你。禱奉靠主耶穌得勝嘅名求，阿門。好感謝關牧師為我哋分享，讓我哋提醒我哋禱告嘅重要性。禱告呢，就係一個屬靈嘅呼吸。